大家好，歡迎大大家家嚟到嚟到錄音錄音快快活活谷。錄音心水集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鈴鐺個通知，同埋幫手分享條片，唔該晒。錄音快活谷，我哋招收谷友啦，詳情可以去到說明欄入邊嘅連結，撳入去睇下啦。大家好啊，嚟到新一季嘅排位尋寶。今季呢將會有全新嘅改革，我將會喺4班入邊揾冷門俾大家，而初選推介嘅場次呢都會係喺4班，每場呢將會有首選、副選同埋冷選嘅。希望今季嘅改革呢，心水可以幫到大家。今次排位尋寶係4月13號星期日。沙田呢有11場賽事啊，草地用呢個 C 跑道。睇翻上一次嘅心水先，上一次呢，即係貼落嚟全部結果都係跑形勢，咁到最後呢，每一場淨係揀到啲3、3、4、4，有啲啊追唔切爭少少咁樣，咁心水上就真係唔算太好。嚟到季尾呢，真係要努力先得啦。睇翻今次嘅心水先啦。今次嘅4班場次呢係第2、第4、第6同埋第7場。雖然初選上呢選擇可能麻麻地，咁但係現場跟翻形勢之後呢，都俾到心水大家嘅。咁所以除咗睇我初選嘅影片，咁嚟到賽日都歡迎嚟到我嘅直播間，一齊嚟討論下馬仔。咁第2場啦，係呢個4班嘅1000。咁首選呢，我揀咗1號嘅着燈啊，副選呢14號嘅東方福寶。至於冷選呢，要咗11號嘅嘉應駿馬。咁先講下嗰隻着燈先。咁呢一隻馬呢，其實未受傷之前呢，喺3班1000呢都可以交到頭馬嘅。咁但係上一季呢，去到暑假嘅時候腳啊受咗傷，咁啊結果去到今季啱啱3月30號先至復出跑第一場嘅。咁當時喺3班跑直路1000，咁狀態其實唔算太夠，咁但係已經衝上嚟跑咗個第4，當時輸俾超力量，減埋1分落嚟4班。咁對住呢一場咁多新馬，亦都咁多其實唔係1000路程嘅馬喺度，用到布文抽住個8檔，只要佢交翻出可能8成水準喺呢度，應該都可以掃得晒啦。咁啊，希望嚟到季尾賺咗啲體力，有冇機會可以一落班即刻交到表現啦。至於嗰隻東方福寶呢，上一次爆大冷腳輸俾金金小子跑第2嗰場啦，咁我現場冷門嘅推介呢係介紹咗俾大家噶，咁啊結果真係跑咗出嚟。咁當時輸俾金金小子，我係以為金金小子呢嗰場只會爆1隻冷門，結果係爆2隻冷門添，連埋13號嘅魅力星一齊。咁呢跑完個第2之後，咁冇加分，繼續係43分。上一次呢，其實跑直路1000佢攞住個2檔，今次呢，佢攞住個3檔，好大機會上一場呢，加咗個交叉鼻箍俾佢，係幫到佢嘅。咁啊喺呢一紮對手孭住個最輕磅，繼續係潘明輝騎翻，我睇下冇機會可以提升1格名次，交到頭馬啦。至於嗰隻嘉應駿馬呢，呢隻馬呢，其實只有跑直路1000呢交過上名嘅啫，其實跑到而家呢都未贏過。喺直路1000呢就跑過2個第2嘅。咁上一場呢，薛恩騎出閘季1季之後呢，就完全係馬上唔敢喐佢啦。如果唔係呢，本身呢隻馬其實擺到喺前邊走呢，應該會有啲走勢嘅。
咁冇追到，亦都唔敢喐佢之後呢，咁啊隔翻5個禮拜再嚟跑啦。今次就換上田泰安，除咗個頭罩佢，轉個防沙眼罩。咁啊睇下配備幫助，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出閘反應快翻少少，擺到前啲，然後馬上交翻接近嘅表現啦。第4場4班係1200嚟嘅，咁首選呢，揀咗1號嘅快樂高球啦，副選8號嘅精益大師，冷選啦6號嘅金多喜啊。咁啊先講下嗰隻快樂高球先。咁啊最近連續4場呢都係緊跑第2嘅，真係都爭少少，有啲唔好彩啊。咁雖然係咁樣講嘅，咁但係其實佢輸嘅馬呢，跑第2嚟講都係輸個幾馬位，2個馬位。咁當然啦，可能因為前邊嗰啲馬犀利嘅啫。咁但係佢可能有機會係孭住個重磅，所以佢會跑得接近。咁但係就好似冇乜威脅咁嘅。咁但係對住下邊呢紮對手呢，又唔算太叻，亦都冇啲好突出嘅馬喺度。今次繼續報文騎翻死磅少啲啦，抽翻個3檔。咁應該好大機會可以繼續跑踏前列嘅，睇下有冇機會突破交到頭馬啦。至於嗰隻精益大師呢，季初嘅時候呢，喺谷草短途經常上到名嘅。咁啊前一場呢，轉過嚟跑呢個田草1400咧，擺喺前面走，用阿妹減10磅。咁啊結果呢，就緊頂唔到呢個幸運芙蓉同開心5月，佢跑第3。咁開心5月後尾保中咗噶啦。咁啊上一場呢，繼續跑1400，都係一樣放頭走嘅啫。咁啊結果到最後頂唔到啦。咁啊跑咗個第8，輸3個半馬位。咁啊隔2個禮拜又嚟跑啦，今次又俾佢抽到個1檔喎。其實檔位上真係好着數，重戴翻個眼罩，縮落嚟跑1200。咁啊繼續係黃寶嚟騎翻，咁都係擺喺前面走嘅啫。咁呢隻起碼係佢騎開嘅，又孭住個輕磅嘅17磅，嚟到季尾係有啲着數嘅。咁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放頭頂到一隻冷腳啦。至於嗰隻金多喜呢，呢隻馬上一場呢，3月15號就喺金小子嗰場直路1000。後邊呢跑咗個第8，輸4個馬位嘅。咁啊當時呢，其實已經落大飛變咗啡格嘅。咁跟住輸咗之後呢，翻咗從化。咁埋門3月28號呢，就試咗貨從化嘅1200米集。咁啊贏嗰課集就贏得唔錯嘅，亦都稍後追上另一段。咁啊今次呢，落到呢紮對手裏邊，抽住個4檔，咁啊又識追馬，咁啊有個4檔，希望順住貼欄走，賺少少，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喺呢棚馬都可以交到表現啦。第6場啦，4班嘅1400呢座第一組首選呢，要咗10號嘅勁沙塵啊，副選7號嘅風繼續吹啦。至於冷選5號嘅三吳紅紅。咁啊，先講下嗰隻勁沙塵先。咁啊，其實前一場呢，緊追上嚟，追唔切呢個始終如一輸條頸啊。其實佢係攞住個6檔直路，仲有啲塞車添。當時呢，就 A 欄嚟㗎。咁但係上一次抽到個14檔，咁啊結果完全唔利後追底下，咁啊追唔到上嚟啦，叫做跑咗個第11。咁但係只係輸6個馬位。咁啊，隔翻2個禮拜再嚟跑啦。今次呢，俾佢抽到個3檔，希望直路上攞位順利一啲，咁睇下有冇機會衝上嚟可以交到頭馬啦。至於風繼續吹呢，咁啊其實田草1400呢，佢係攞個2 win 2個第2啊。咁上一場呢，只係緊追唔到，深星跑第4，輸1又4分3個馬位。咁其實呢，佢係應該跟翻前少少再追會好啲嘅。今次呢，就田泰安抽住個1檔，咁啊睇下出閘會唔會順利翻少少，
衝上嚟交到表現啦。至於嗰隻深紅紅呢，呢隻自購馬其實嚟香港之前最後一場贏嘅呢係1400米嚟㗎。咁嚟到香港之後跑咗7場都係短途。咁啊上一場啊上3班跑呢個谷草1200，只係輸俾無限美麗跑咗個第7嘅啫。落返嚟4班，馬上上嚟跑1400，又俾佢抽到個5檔，用陽明輪騎返。咁啊睇下嚟返贏馬路程會唔會馬上交到表現啦？第7場4班1400，呢組係第2組。首選要咗3號哈羅威啦，副選13號嘅劍無名啊。至於冷選呢，14號嘅聖德福。咁啊，先講下嗰隻哈羅威先啊。咁呢隻馬近呢2場上嚟跑1400呢，就已經交咗一個第2，一個第3噶啦。上一場呢，就緊追唔到，深升輸條頸嘅啫。咁啊，跑完個第2之後加咗佢2分。今次係繼續嚟跑1400，抽住個8檔。咁啊，今場嘅對手呢，就應該比前2場嘅對手容易應付一啲嘅。話晒前一場佢係輸俾首飾天空，上一場輸俾深升。咁啊，今次嘅檔位仲要褪入咗一格添。咁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喺1400交到頭馬啦。至於嗰隻劍無名呢，上一場終於放頭啦。咁啊，巴道攞住個6檔擺前走，咁啊結果緊輸咗俾南區之星同開心宇宙，佢係跑第3嘅。咁跟住今次呢，又俾佢抽到個2檔喎，應該放頭馬嚟講應該係得佢一隻㗎啫。只要順利擺到喺前面走啊！睇下冇機會今次一放到底啦。至於嗰隻聖德福呢，前一場跑呢個1400米呢，佢就緊追唔到鐵金剛，跑第3，輸1又4分一個馬位嘅。咁但係上一場呢，佢走去加程上，但係上一場呢，佢加程上去跑1600啊，咁啊結果追唔切，咁啊輸3個馬位俾趙義穩，落返嚟跑1400，抽住個4檔，咁啊遇上拆組。對手唔算太多，但今次有冇機會衝上嚟過晒贏馬啦？最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歡迎留言問馬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